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1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新闻开始来看，代替第21饭店开放订今年过年淡薄减线的车票，有真侪民众为着回乡，半暝唔敢困，就伫电脑手机头前，等待12点一到，赶紧订票。也毋过热门的时段，目一年就拢互抢了咯。今仔早起9点之前，嘛已经完成17万外笔，卖出33万外张的车票。为要订到春节连续假期，代替淡薄减线车票，不少人为昨暗时看手机、电脑，时间一到，马上送出去。过程当中也是拄到系统问题，不过大部分的人拢买到。在12点整的时候，我就直接按进去，然后 App 的部分就是宕机，网页版的部分我是有订到，没有宕机，但是有点稍微卡卡的。大概11点50就是开始在准备了，对。代替表示，淡薄减线开始卖票了后，台北到花莲台东的自强号1月19下晡5点以后到1月20下晡4点以前的长途车票拢已经卖了。到早起9点为止，已经卖出17万万笔，33万3885张车票。因为今年假期比较长旅客他会自动去分散这个乘车的一个时间了。新自强号太鲁阁普悠玛还是不开放站票报订到车票人也利用花莲县府安排2班 EMU 3000型回乡专车。12月28日的中午到12月29号的下午4点，全票是200元，然后半票是100元。公路总局提醒民众，春节假期迎接苏花街客运，部分路段会开放大客车驶路径，所以客运会比家己开车先40到60分钟。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工会因为不满交通部预告的公司法处罚的内容，抢讲春节要互火车停落来。交通部长阁再是表示讲，已经有甲工会沟通了，过年会互民众有火车通回乡过年。之前有外国媒体讲，来台湾过车路就爱说字，交通部嘛表示讲，会针对无让民众甲逼车的行为，修法来加重处罚。行路人行伫路顶来往的汽机车拢无要让，实在真危险。台湾交通环境歹，阁互外国媒体报道批评。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通部长王国才讲，修法方向希望加重处罚车辆无让行路人，阁有逼车等行为，但是也坦白要举证是有难度的。罚款会从原来3600到6000，那我是期待还再高一点。恶意逼车，还有另外一个是超速包括警政署也做了很多讨论他们有的是用类似巡逻车的这种方式来处理我想这部分我们会再持续加强不礼让行的人部分，我们也会跟警政署来谈，有扩大执法。另外，针对代替公司化，交通部16针对代替公司车辆甲基础设施、采买甲维修等公告草案，但是引起代替企业工会批评。草案公布并无甲工会协商确认过，呛讲交通部无尊重工会，伊要伫年假期间有所行动。消息一出来，也引起立委关注。我们明年的农历过年会不会有类火车啊？工会是希望这个维修费用多一点补贴啦。是。那我想说，因为昨天是预告就是他预告以后，事实上那个台铁，事实上他工会还可以提出一些意见了我想这部分昨天大概沟通过，大概应该是没有问题，不会让春节没有火车。所以春节不会有类火车，对吗？就不会有没有火车搭。王国在挂保证，年假期间的火车帮会按照现主时订票的状况发车。王国在强调，草案是预告，不是公告，各界拢会使继续提供意见，交通部也会继续甲工会讨论。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目前，咱国内只有采购莫德纳新配方的疫苗。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是怨叹讲，伊90多岁妈妈无 BNT 新配方的疫苗通知，真不满指挥中心，嘛质疑讲政府哪无买 BNT 的新疫苗。卫生福利部部长施水元今仔早起伫立法院接受访问，嘛请郭台铭亲像是 BNT 的业务员。部长嘛强调讲，研究显示讲，主无共牌子的疫苗未有问题。BNT 次世代疫苗的话题持续发酵。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顶一日质疑讲，台湾是安怎无采购 BNT 次世代疫苗，互民众都要承担对家社主无共牌子的风险。针对这点，卫福部长施水元2日拜三伫立法院回呛讲，郭台铭未属是 BNT 的推销人员。这个是郭董讲的吗？
听起来好像是 BNT 的那个推销员。试水员指出，目前国内还佫有差不多400万剂的莫德纳次世代疫苗。研究嘛显示，莫德纳甲 BNT 拢是属于 mRNA 疫苗，对家写字无共排序袂有问题。另外，新车都伫要到啊，外界烦恼讲最近中国解封疫情加悬，侪台商若倒来台湾，恐惊会对台湾社区造成威胁。疫情指挥中心预告，后一波疫情的高峰会伫1月底2月初，每日天确诊的人数恐惊会超过2万例。现在我们的疫情正好在这个缓步上升当中哈，那我想我自己估计是每日大概高峰的时候会过2万例，这应该是会的。现人外界关心讲，小三通敢会伫咧新车进前复航？试水员强调讲，会由陆委会发布消息，目前无要对中国倒来台湾的旅客采取有案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今仔审查边境地权条例修法草案，草案有打击炒房的5大招，包括限制贩处换药转卖、建立检举的制度、重罚恶性炒房、司法人买厝采许可制。内政部的代理部长华敬群是表示讲，修法是望讲阻挡市场的炒作，毋是要来打压厝价哦。也毋过伊嘛预告，明年厝价应该是会落。政府打炒房，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一一审查边境地权条例修法草案，草案指出打炒房5大招，重点包含限制有售厝甲新起的厝换药转卖，避免短期炒作无利，甲建立吹哨者制度，重罚恶性炒作房价。司法人买主体用许可制，外界认为房市降温甲即摆修法有关系。内政部代理部长华敬群表示，修法是压制市场炒作，毋是打压厝价。这个法案的修法跟房市景气之间未必是要有一个所谓的直接关联，反而是我们如何建构一个长期健全、避免炒作干扰的房地产市场。不止政议版调遐地位也各自提出修法，有9个版本需要讨论。议会追问政府连续打炒房政策是不是有实际成效？华敬群表示，草案去年公告了后，今年有售厝交易量只剩1/2，中古厝也落甲剩2/3。今年第3季厝价起的幅度拢比1、2季较低。不过，什么时阵应迎接厝价倒车希望呢？华敬群也做出回应。那我们预计第4季的上涨幅度应该有机会压得再低一点点。但是要到房价真的反转下跌，可能还是要到明年才可以陆陆续续看到。即摆修法增订司法人买主体用厝的许可制，5年内袂当转移，也比这期有违宪的记录。华敬群指出，法人无直接居住的需求，主体阁是民众生活必需品爱平衡，保障民众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稳定。不过未来修法通过，立会关心。审议委员会是不是有充足人力来进行审查呢？你一天你要审60件，有可能吗？有没有可能？实务上当然不可能。如果是全部这样进来，实务上当然不可能做得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很大的问题。要拼修法明年正式上路，华敬群表示，希望草案应顺利初审，送出委员会，在这会期顺利完成审讨。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铁道局最近伫宜兰甲上北调开高铁延伸到宜兰环境影响评估的公开说明会，也毋过有宜兰的民众就质疑讲，拢无在宣传，一寡会向征收土地的地主是拢毋知影。款团嘛质疑讲，高铁的计划有真侪重要的资讯拢无公开，铁道局是表示讲，因会来检讨。高铁延伸宜兰岸按算是设站伫个县政中心附近，总长60.6公里，是设过翡翠水库集水区。目前共款伫个综合规划和2阶段的宽屏，按算2005年核定，2036年完工通车。最近会办宽屏说明会。在地的居民有多少人来的都是民意代表。你今天要盖这个高铁，要拆我的房子，要征收我的土地，不需要让人知道吗？它的配置、它的拆迁，最重要它的财务、成本效益、经济效益、市场率等等，最重要的这个计划本身最重要的内容，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地方民众或者是我觉得升级的
宜兰县政府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办第一宜兰关东会宽屏说明会现场是一堆人在骂，有民众批评说明会欠宣传，高铁设站在一定地内面，要向丁守的住户和地主受到影响上大，所拢唔知，无到场。高铁计划内真侪重要的资讯无公开，像路线就几种版本，听真的范围、经济效益和自相率拢看无。我们可以来检讨一下，他用什么方式来让这个在地的乡亲，其实还有广泛跟社会大众，大家来了解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方案是一直在配合一个实际的状况，或者是民众的意见反映，还有跟县府的沟通，这边其实都会有在做一些微幅的调整。高铁延伸宜兰的宽屏和综合规划，都是台湾的社区公司办理。面对民众和宽团的质疑，意图叫讲未来嘛会检讨资讯公开管道，让更加侪人知影相关的消息。台湾的社区公司是指出讲，详细计划阁会修正，还未完全定案，要等综合规划得到行政院的核定了，就会公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的中央银行昨雄雄宣布成立时，日本股市是大落，嘛影响到亚洲股市。也毋过学者是认为，日票即卖反弹，和国内相关的业者压力是小偷未少哦。另外，因为全球的景气无介好，今年的外销订单应该是负成长。国民党的立委嘛认为讲，咱国内对明年的经济预测恐惊是上过乐观咯。拜日，日本中央银行雄雄调整10年期息利率，日本股市跌落。亚洲股市嘛规个大落，不过台股拜三早盘有回转来，起码80点，日经指数也是依次咧落。不过这个举动嘛带动日票换比金压关到4个月以来的高点。那对台湾的影响，敢会引发热钱抽离的问题？学者认为影响无大。先前这个日元贬值其实让台湾出口性质跟日本比较相近，比如说像机械业遭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现在日元呢开始恢复轨道的话，反而可以让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业者它的压力呢可以获得一些舒缓。日本中央银行向出手，嘛增加年底市场的不安。尤其经济部公布11月份外销的订单，年减23.4%，连3乌，今年恐惊陷入负成长。针对这点，哪两党拢有立委认为讲，这是受到全球经济无景气大环境的影响。不过，台湾政府安怎来应用才是关键。2023年全球经济衰退，只有我们台湾的政府雄用刀枪不入说明年多好多好，我看起来 GDP 还要往下修正，目前还是预估的太高。如何在明年的外销订单减少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的企业呢能够在这个时候保持竞争力，然后拓展新的市场？我认为是政府应该积极去做的。大经院研究员邱达生认为讲，日本的通货膨胀已经达3%以上，而且这是成本加权指数的，并不是良性通货膨胀，所以日本中央银行才会有行动。台湾汇率相对稳定，影响就会较小。不过，规个订单的表现陷入衰退。有经济部的官员嘛讲，明年会是真无确定的时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立委的补选，准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早起，甲国民党的候选人王鴻薇去地方拜访，针对民进党吴怡农建议讲中央编预算来解决消防人力甲装备的问题，王鴻薇是批评讲问题毋是出伫经费，是卡伫中央。也毋过吴怡农是认为讲，伊提出具体会当解决的办法，毋是嘴软尔尔。台北市立委补选8日话，准台北市长蒋万安透早合体，国民党王鴻薇拜会地方球台选前，佮下达军行中，要求市长选前的竞选团队按到1月7日，立委补选完才能休困，全力护选王鴻薇。其实团队很多伙伴，大家就主动跟我反映，希望能够全力来协助。同样的，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一定要让洪为议员进入立法院。选前政策继续攻防，针对吴怡农佫提出消防证件主张由中央编的预算解决人力不够、装备牢固的问题。王鴻薇批评问题是卡在中央无核备。警消加给从现在的1倍提高到1.5倍，这个部分事实上台北市政府已经完全同意，而且已经找好裁员。所以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让内政部不要再卡关了，卡到内政部长都下台了，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台北市警消他们应该有的一个加给。
任何的口水没有太大的意义。那我们看到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让中央来主导，让中央来协助，提升我们消防人员的人数以及我们的装备的状况。吴龙也进一步说明，家己提出的证件是对消防人员补充加牢固，装备太晏，甲王宏伟讲到的轻步加急、危险加急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无冲突，拢爱做也拢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长郑文灿今仔最后一届主持市政会议，小瑞阁总辞。郑文灿是强调讲，桃园这8档的改变是看会到的，嘛已经伫新的起跑点咯。伊祝福桃园未来发展了如何？另外，桃园市警察局长提早退休，我感嘛真关心，明年1月各界警官的调整。宣读总辞报告。桃园市长郑文灿的任期就伫要到啊，2月上尾一届主持市政会议。由副市长李宪明带领一级机关政务首长总辞。郑文灿表示，桃园8年改变是看会到的，城市的竞争力大大提悬，已经徛伫一个新的起跑点，嘛祝福桃园会当发展了更较好。那我特别感谢市府团队，那么兢兢业业，在8年当中完成了许多的建设，那也交出了一份成绩，受到市民以及各界的肯定。因若去访问到未来人生的规划有啥物款的想法，郑文灿回应讲，伊爱桃园嘛挺桃园，这已经是伊的 DNA 啊。无论敢有职务，拢共款关心甲支持桃园。另外，甲郑文灿关系真好的警察局长柯淑莹正式提早退休，嘛受到大家关注。而且柯认为讲，这甲桃园政党轮替有关系。因为家人一直希望我退休，不过我就是把这段选举期间的治安啊，还有这个新旧市政府的交接期间这段安全啊，社会治安把它顾好。那我想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就可以退休了。柯淑莹确定提早退休，加上警政署副署长刘碧良、林顺嘉，甲新北市警察局长吴宗仁、台中市警察局长蔡聪碧拢要退休。也拿警察大学校长陈德文因为出入交泰所的案件提早退休。明年1月份高阶警官人事调整的幅度会更较大。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台南市议员吴鸿龙为伫6甲区的服务处昨透早亲像风开枪，也毋过警方并无伫现场发现有风开枪残留的火药丁成分，现场的笔顺嘛比一般的枪支大一倍。初步是认为这应该毋是枪案，专案嘛已经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咯。行到台南市议员吴鸿龙服务处后壁空地啊，墙内底这条敢若将跨度会当行的小路啊，应该就是开枪的所在。也若迄块向拍破的玻璃，嘛已经放等于关柜。警方鉴定现场无检到火药成分，枪支口嘛比一般的珠仔较大一倍。初步判断，毋是有人开枪所造成的。那初步是因为用铜跟铅来做检测，那初步结果是呈现阴性的反应，排除枪击的刑案所为。那就经过的人车来初步来发现都没有下车。警方调20迄天透早的监视，往来服务处的人甲车拢无停留，也若迄时服务处内底嘛无人，吴鸿龙本人伊嘛无住伫遮，最后是保全发现玻璃腔拍破，才紧报案。警方表示，即马也未掌握到嫌疑人，吴鸿龙嘛强调，伊无甲人结冤仇。我们是非常一个正派的民意代表包括你讲即马咧谈到说要选举这个代志，我没有接到任何的什么电话。一般的人一定会这样子联想啦我不至于这么想啦。里长甲我讲，我敢是谁要谁付我嘛认为讲我没有必要啊。台南市政府议长咧要改选，最近哪日是斗甲愈闹热，吴鸿龙所属的正国会系统，互人看做是较亲无党籍的郭信良迄派。当这时阵，服务处疑似搁互人开枪，但免得引起外界联想，警方嘛毋敢大意。除了加工巡逻，专案嘛已经移送南检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外国媒体报道指出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仔去美国访问，这嘛是乌克兰发生战争以来，泽伦斯基头一届出国去访问。美联社的分析是指出讲，美国的国会会针对450亿美金援助乌克兰的方案来进行投票。泽伦斯基这做的目的，应该是为着要争取美国国会的支持。
包含英国 BBC、美国 CNN 甲美联社等国际主要媒体拢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按算伫美国时间1月拜三访问美国华府的消息，因为安全考虑，目前行程还未确定。若是会当去，会是泽伦斯基自2月俄乌战争以来第一摆出国访问。BBC 报道指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一早发消息予议员，呼吁一定要出席拜三暗时会议，提醒是一场甲民主议题有关系活动。泽伦斯基一早无有建起战防级的东部前线，巴赫姆特巡视军队，也颁奖表扬士兵。美联社分析，泽伦斯基访问美国行程，准备进入意义的伴手礼。He was given a flag that he promised to hand on from the Ukrainian forces, that they meant to be a token of thanks to the U.S. for the support that's been given to Ukraine in fighting the war thus far. 泽伦斯基为什么选择这时阵访问美国呢？开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乌克兰主要军事援助来源。到即马，美国已经提供185亿美金，比其他国家较悬。乌克兰战略，美国承诺会阁提供乌克兰450亿美金，合新台币1.39兆的援助方案。国会会期要伫年底结束，因为其中选举了后，国会势力倾向共和党，部分共和党议员对援助方案有无共款的意见。泽伦斯基赶在表决进程去美国，是要确保美国继续军援。10 months ago, no one expected Ukraine to be standing at this point. They expected the Russians to have prevailed. For him to come at this moment, it's a big deal. It's a chance for him to show that U.S. investment has paid off in Ukraine. 泽伦斯基即摆按算甲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佮去国会举行演讲。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巴基斯坦反恐中心连接事件，前后40点钟结束，33个恐怖分子全部拢互枪杀，所有人质嘛拢互放出来了。有2个特种部队的人员不幸过往，有10个到15个军人受伤。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城市巴鲁反恐中心的顶悬乌烟池伫问出来，附近的警戒森严。国防部长表示，反恐中心去互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占领，嘛证实内部有包括安全官员在内的人员拢正做人质。即马巴基斯坦攻坚部队已经把中心夺倒转来，33个恐怖分子拢已经枪杀啦。2 दिन से CTD कंपाउंड में दहशतगर्दों ने हमला किया है। कैंट के अतराफ में सारे रोड जो है ना उस पर कर्फ्यू लगी हुई है, मार्केटें बंद है, नेटवर्क बंद है। 国防部长阿瑟夫表示，所有的人质拢已经放出来，2个特种部队的人员死亡，有10个至15个军人受伤。10个暗时啊，互关伫巴鲁反恐中心的33个恐怖分子，提前啊去喊一个警卫头，而且家伊穿手去，接线控制反恐中心。因要求安全撤离，当作释放人质的条件。不过谈判失败，成做对峙的局面。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 TTP 讲，这个关押的事件是因做的。不过阿瑟夫表示，这批恐怖分子是为无共组织来的。TTP 顶个月甲政府的停火协议才打结束，接落来就采取更较激进的攻击。双方侪年来冲突到大约是无解。TTP 是伫2007年的时阵出现，伫2014年一届军事行动当中，去互巴基斯坦军封闭的扫掉。了后 ，TTP 就坚持干那针对国家安全部队发动攻击，伊甲阿富汗塔利班无共款，不过双边拢有真强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美国加州的北海岸第2集发生规模6.4的地震，目前知影造成12个人受伤，超过7万户失电，毛造成几件驾驶外流的事件，有一寡建筑物、公路拢因为地震受到损害。Currently, it's closed. If you're trying to get into Ferndale, this bridge is currently blocked off. It looks like there are a couple of cars that are coming out of Fern Bridge, but just take a look at this road damage here. Very, very severe. Some major cracks in the roadway. Now, I can also tell you at this point, the Humboldt County Sheriff's Office has said that at this point there is no tsunami warnings. 加州红堡郡芬莱尼桥伫地震了后出现壁损。加州北海岸2站发生规模6.4的地震。地震中心伫红堡郡芬莱尼西南西边12公里的所在，地震深度是17.9公里。这离旧金山塞车差不多4点钟。地震造成附近的庄仔头、福多纳、甲里奥蒂尼几件驾驶漏失的通报，其中人口数敢若几千人的里奥蒂尼是算断了真正力。Sleeping on the couch and heard a big banging, stuff started falling, so I opened the door and this is what I opened it up to, right here.
whole front porch fell off. In the first hours, over 60 calls for assistance, 10 of which were medical related, one of which was unfortunately a cardiac arrest and fatality in the morning. 昏地呢有电线断去，而且有一栋厝着火，是真紧就拍发。另外，还佫有2栋厝倒去。高速公路巡逻警察表示，红埔郡至少有4条路出现真大壁巡，而且有一个路段要继续伫个立落。加州新日防火局表示，地震迄当阵因接到70件紧急的通报，其中有人受困需要救援，嘛有囡仔头壳受伤，甲老人骨断去的案件。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个地震可能会产生轻度到中度的破坏。而且会有几啊届的地动尾。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来看美国电动车特斯拉公司的执行长马斯克，10月底用440亿美金买推特，也毋过争议不断，嘛影响到特斯拉的股票已经落35%咯。马斯克伫18伫推特来进行民调，爱大家投票来帮伊决定讲，敢要辞掉推特的执行长。有超过50%的网友是赞成伊辞职。常常伫推特探寻名气，佮按引用名气就是上帝声音这句拉丁名言的马斯克，18伫卡达看世界骹球冠军赛时阵，向推特1亿2200万追随者发布伊是毋是应该辞去推特执行长的调查，结果引1750万人回应，当中57.5%赞成，42.5%反对。马斯克讲，伊会遵守这项线定调查的结果，不过投票结果出来，这1万候选人也没有任何回应。Been a black eye for Musk, a black eye for Tesla, and the Twitter situation's been a train wreck. And I think the poll just is further validation of what he needs to do, and that's no longer being CEO of Twitter. 马斯克10月底用440亿美金成功买推特以来大细政治甲负面新闻真多，甚至将推特一大半的员工是头路，开互美国前总统川普效果放弃针对新冠病毒传播信息的政策，改善由外部顾问组成的信息安全委员会。先停掉，后来佫开放一寡记者的效果，佫禁止用互连接竞争对手的平台，种种手段引起美国欧盟甚至是联合国密切关注。广告主惊甲拢离开，广告占推特收入的90%，投资人也真烦恼。负面效应看到马斯克的本业特斯拉，今年4月7日实达超过1条1000亿美金的特斯拉。为10月27日，马斯克买推特了后，股价落35%，公司持单求追58%。19日，马斯克落台民调结果一出来，特斯拉股价盘前高兴，就起3%。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咱国空手道查某选手古小双，将伫乌兹别克2022年亚洲空手道锦标赛女子50公斤级金牌战，以8比7拍败世锦赛金牌的日本选手宫原美惠，摕到伊头一个亚锦赛的金牌。25岁空手道选手古小双，捌摕过2018年亚运女子50公斤级金牌，最近4届亚锦赛拢只摕到铜牌哦。今年7月份，伊伫美国的伯明翰世运会是摕到第4名。这届亚锦赛，古小双发挥实力，摕到伊头一个亚锦赛的金牌。再来看新竹县政府最近邀请产官学界来讨论大新竹合并的议题。调查的结果显示，讲以新竹市甲新竹县佮有苗栗合并上适合哦。县长杨文科是表示讲，目前另外2个县市有初步的共识，也毋过要讨论合并，应该爱先合作。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去年提出大新竹合并议题，引起外界正大的讨论。最后法案是卡在立法院。新竹县政府19号委托3学界研究合并的可能性，结果是认为这点苗合并上适合。我们跟苗栗县中东锦县长以及我们新竹市高虹安市长，我们平常就有互动。我们对于我们大新竹到底要如何来做，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在合并之前一定要先合作。那所有的这些方案，我们都可以来讨论。我们还是要尊重民意。针对新竹县市参苗栗合并的议题，部分议员认为，上重要是爱尊重地方的心声。比起竹苗合并，苗栗更应该纳入台中。
台中是6都，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运用。重点是在于各县市地方政府，他们也要对他们内部的市民、县民有一个达成一个共识。与其找学者专家为竹竹苗合并来下结论，不如先解决新竹县市园区共同生活圈所造成的交通问题。另外，在报告中也讲到，若升价了3县市的议员人数，会对原本98席减做55席，要整合确实无这么简单，恐惊会引起不少的政治问题。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台东冬至前后的10天哦，是掠野生乌鱼的季节。今年因为暖冬，本地也准收成的无介好，也毋过最近哦，拄好有寒流南下，日本海附近的乌鱼落南，渔民是掠甲笑嗨嗨哦。今仔早起，婚林的渔会嘛举办乌鱼子的冰甲。今年哦，因为物件拢起价，甲气候的影响，乌鱼子平均1斤哦是比去年起200块。寒流一波接着一波。渔民趁着这2天出海来掠野生乌鱼，本人口号渔民表示，今年暖冬原本预期渔获量可能会无好，但随着这2波寒流报道，当地渔民陆续掠到今年第一批的野生乌鱼。有啦，上好的，伊就这食天啊上好的，有的掠几百尾安尼啦。啊，掠乌鱼是靠气温的啦，有当啊出去去当着就有啦，啊若无当着就无啦，嘛是爱有迄个气温啦，趁钱的气温啦。当地渔民表示，冬至前后10天是掠野生乌鱼的旺季。虽然目前掠到野生乌鱼的数量阁无多，但随这几天阁要变冷，渔民阁会出海希望丰收。至于云林开会就表示，今年因为受到养殖成本增加、暖冬等影响，养殖乌鱼子产量少，乌鱼子的价钱嘛有所提升。今年每一斤的迄个价小上无拢成本拢爱加差不多200块，这毋是讲要甲大家起价，是真正是救本的，真正是救本的，啊维持因的成本技术，因为不管纸张哦、人工，在原料费用每一项拢起价。云林开会嘛讲，暖冬的影响，互养殖乌鱼价量愈低，导致乌鱼子产量不足，价钱才会攀悬。21号上午，开会嘛举办乌鱼子的评鉴，有掠7斤的乌鱼子刚刚业者参与，希望会当杀出优质食安在地生产的乌鱼子，来提升地方产业发展。记者有报道。位于花莲县倒溪乡的细峰水利电厂，20多年前通过宽屏，一直到2019年，互财团买去，无甲部落沟通就动工，嘛引起部落族人的反弹。后来法院是判决讲，就爱进行部落主商同意的定书，才会当有施工的许可哦。族人是真不满讲，开发单位用心机来完成投票，今仔早起来台北抗议。自杀同意是假的，自杀同意是假的，是非暴力滚出去！花莲倒溪乡的部落族人透早就到行政院门口抗议花莲细峰水利电厂顶个月伫倒溪乡办的主商同意投票是乌箱，甚至怀疑有乌色。因为他们买收了这些公部门跟民意代表，所以所有的领票过程都是黑箱作业，所以才会有人在当场就愤而撕票，就不投了。因为顶个月5个部落投票的结果是同意较侪，有3个部落同意票有7成以上，但是受影响较大的太平是反对票较侪，山里部落嘛因为废票真侪，这个不满顶届的庭事前来抗议，因表示细峰电厂虽然启动部落主商同意投票，但事情并无充分沟通说明，就要赶要投票，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进前部落青年嘛发动联署，惊起水坝会引发断流，诉求部落安全。中做宽屏，希望重新启动参部落主商的庭事。台湾的法令就是依法，那我们都是公开投票。那你们他刚刚讲的那个说有收买，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会保留法律追溯。经历真侪争议的细峰水利电厂开发案目前搁咧停工，业者这边主张停诉合法，不过原住民团体认为，业者后一步可能向经济部申请施工许可等延，因除了继续沟通，未来嘛可能进行诉权甲诉讼。记者电不离开台北仓报道。
来看屏东专门的三小雷网的联合运销合作社，将传出讲头家走路啊，常常收袂到缴款。农委会嘛证实讲头家开始失踪啊，会来协助农民转去其他的合作社，嘛会来针对联合的债务进行了解。大门锁起来，内部的厂房铁门嘛锁起来。这位伫屏东的宣和三小品运销合作社，是专门做三小履历雷网的生产链。因为有厂商陆续收无钱嘛，找袂到负责人，才知影讲倒去。农粮署嘛证实这个消息。有些有去做的一些柠檬啦，然后做加工啦，然后有跟厂商合作啦，那有一些外销啦。那个好像财务上有困难啦。厝边讲别倒进前无感觉什么奇怪，进前负责人阁标真侪种雷网的土地，想袂到竟然倒去。但是去年才甲宣和合作的受害业者则是讲，3、4个月进前就感觉对方财务状况无介好，因为汇款超过约定的日子，还阁无付钱。财钱都无几百嘛，无几百话，阮来找这张调解这种类似债权凭证及国税给我检查。那其实他们名下也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如果农民有需求的时候，我们会来辅导转介到其他的合作社场。来交货。负责人林宣和2009年当故乡，规模扩大伫2020年成立合作社，主打甲农民制作雷网，而且以原价来收，慢慢拍入去美国的电商市场。屏东县政府表示，当咧积极联络合作社相关的人员，农民若有需要会当转介到其他的社场来卖雷网。不过目前雷网当时小月影响的数量无悬，但是受害厂商讲，除了农民，产销过程当中相关的上下游厂商，甚至到银行。恐惊拢是受害者。记者王刘天明交款屏东报道。来看台东市政府开3亿外，伫2020年整修完成10栋13户日本时代的宿舍，也毋过经营权的招标却拢一直流标，是真可惜。县政府是表示讲，因会继续来支持厂商来投标。大草皮家己一栋日本式的厝，佮有日本式的花园。这样气派的厝是台东市民权利日本时代的约定。日本高级官员的宿舍，总有10栋13户。经过台东县政府甲文化部申请，再做历史现场计划，经过3档的整修，2020完工。真无简单是恢复历史的形，但是即马干那伫外口欣赏袂当入去，民众讲真可惜。可以走进去吗？我不知道可以走进去耶。因为它看起来这么的整齐干净，我不敢走进去。希望就是可以设个告示牌，然后让更多人知道，就是这个建筑物来自于什么样的建筑历史。官府表示讲，台东市北顶的日本宿舍群是台东市新的观光点，员工2年来是拼命对外招商，但是拢无人来投标，有可能是受到疫情影响，嘛有可能是县府规划专区13户一摆通报招标，是降低投标的意愿。甲大无法度开放，即摆经重新规划找厂商，嘛无摆度分动招商。我们本来想要全区，就是想要保有它整体的这个氛围跟概念嘛。如果分栋招商出租的话，我们可能要花更多的心力在我怎么样去维持这个日式宿舍园区它原来的这个氛围。官府强调，目前北顶日本宿舍群，逐工拢有人来摒扫，嘛有监控的设备，避免防破坏。但嘛是希望会当委托专业厂商来经营，才会当发挥再造历史现场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教育部这几档鼓励学校伫校官校内来办理本土语言的相关课程，有真侪学校甲在地特色甲母语的课程结合，带囡仔入捌家乡，嘛来学母语。中华丰伦国小的学生囡仔唱台语歌曲《天黑黑》，等现是学校利用休假时办理本土语言课程的成果。校长表示，因这几档拢结合在地特色，带囡仔去地方行踏，顺续学母语。阮邀请阮基督乡有这个讲台语的一寡老师来教阮学生来讲一寡台语。这个台语就是尽量去找甲伊生活有关系即个用语，那佮利用即个结合咱的舞蹈，教囡仔跳咱的台语歌的舞蹈。除了
了台语，分龄轮陪阁少嘛，连续7档设计浸水式的课程，让学生囡仔明白强要消失的客家传统文化甲语言，亲像用照安客语、儿歌谣，用蜡笔画歌厝等等。那这个诏安呢，它是已经越来越少了语言的部分，全台湾会讲诏安客语剩下6、7千人而已。那我们希望这个语言能够不要流失。教育部佮教师表示，为着要让中小学生利用休长假的时，嘛通有学本土语言的环境，这几档持续鼓励学校办乐学活动，希望囡仔用体验来明白家己的族群语言甲文化。记者第一部了解台北仓报道。来看伫即届世界杯卡球赛摕到冠军的阿根廷国家卡球队，已经伫当地时间20日透早回国咯。12月20日，阿根廷嘛全国放假一天来庆祝。摕到亚军的法国队嘛回去法国咯。虽然是无拼到冠军，也毋过民众嘛是真热情来迎接球员。搭载阿根廷国家卡球队的专机，当地时间20日透早回去阿根廷。本届卡达世足金球奖得主梅西摕到大力新杯，大声行出专机，球员随后坐上电巴士离开，沿途已经受到民众的欢迎。阿根廷政府19紧急宣布，为要庆祝阿根廷继36年搁抱回世足冠军金杯，20日全国放假一天。避免运动风政治化，目前阿根廷国家队还未决定到时要甲阿根廷总统见面。不过，当确定的是，因20日会前往首都共和国广场的红箭杯，接受民众热烈欢迎。民众也早已经真期待要甲心目中的国家英雄见面。Mañana no se trabaja, no se hace nada y nos vamos directo a lo Obelisco, directo con la Argentina. Llegué ayer porque, bueno, sabía que viene Messi acá y, bueno, quiero a ver si me firman el cuadro. 另外，本届世足的亚军法国队19已经回国，包括伫本届世足金靴奖得主姆巴佩等法国队员，拢伫巴黎克里永大饭店的优待接受协和广场民众的热烈欢迎。虽然无法度成功卫冕冠军，不过球迷犹原继续大声喊“纳社军团加油”，感谢纳社军团顶口号，场面真热烈。Parce que même s'ils sont deuxième, on est là, on aime notre équipe de France. J'ai vu 2-0, mais j'y croyais pas. Après, il s'est venu à 3-3, mais je dirais juste merci aux Bleus. Juste merci, c'est pour ça que je suis venu rendre un hommage ici. Merci aux Bleus, merci à Deschamps, merci à Kylian. 本届阿根廷对上法国的大战，会当讲是世足史上上精彩一场冠军战。法国将机会以2-4败伫 PK 大战，因为第2甲第3点主踢的科曼甲曹亚曼尼拢无太热。虽然两个人拢伫法国出生，不过拢有非的血统，随即伫网络上遭到种族歧视的不雅文字霸凌。科曼已经关掉社群小号的留言功能。那所属的拜仁慕尼黑球队已经发出谴责声明，公司新闻竟完全变形。来看南美洲秘鲁南部的沙漠，最近对空中看落去，又搁出现几10条正神秘的纳斯卡线，是以细线条形成的图样哦。研究团队是指出讲，顶头有包括人类、鸟类，计共有168种的图样。也毋过，这古早的图样起源是对来，目前是较未了解。为空中看纳斯卡沙漠，分布一条一条线条，详细看会当看出动物图样。南美洲秘鲁佫发现神秘的纳斯卡线。研究团队伫南部的纳斯卡攀帕甲4科位的地区，找到包括人类、多科动物、鸟类、游鱼、鸟科动物，也有抓定168个新地位。Por sus características, las figuras descubiertas habrían sido hechas principalmente por los pueblos de la antigua cultura nazca entre los años 100 a.C. y 300 después de Cristo. 来自日本甲秘鲁的研究团队已经伫当地研究纳斯卡线真侪年，因进前找到190个图样，加上新地位，总计已经有358个。Los nuevos geoglifos hallados en Nazca corresponden mayormente a figuras pequeñas que tienen de 2 a 6 metros de extensión en promedio, y que por técnica de elaboración e iconografía serían un poco más antiguas que las grandes figuras lineales que todos conocemos. 纳斯卡线是秘鲁前哥伦布时期的重要古迹，也封列为世界遗产。一寡真大线条是安怎画出来？佮为了啥物来画？高达犹原是未。新发现对研究人员了解伊的分布模式有帮助，进一步保护这寡神秘的古早遗产。秘鲁另外一件特殊事件发生伫首都利马，顶礼拜六，当地一个街区出现几廿名亚旦老人甲精灵伫街路行，想要到行咧，其中一位突然提起大钢锤，讲一件恁家厝的大梦。
亚旦老人拢问入去了后，是压制出来嫌疑真事。原来这是警方特别行动，几啊名警员派亚旦前被告扮作亚旦老人缉毒，因成功降低歹徒的戒心，逮捕涉嫌卖毒的3男1女，搁查获数千包的骨科碱甲大麻。其实这不是秘鲁警方头一摆假装办案。10月底的时阵，警察也探万圣节，扮作动漫人物逮捕一个犯罪家庭，迄当时也搁引起未少话题。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全世界真事件的卡通《北海小英雄》是讲1000年前 Viking 海贼的故事哦。当时都有真厉害的航海的技术，伫挪威博物馆哦，高达够保存1000年前维京时代使用的船只，咱做伙来看卖。对船身正规正长，也个船底造型，这是超过1000年前的维京时代船。伫风险正大的北大西洋甲波罗的海，会当用正紧的速度驶。不过毕竟是茶船，佮经过上千年啊，已经真拗旧啊。This wood is now incredibly fragile. If you had a little piece of wood, you could just make crumbs out of it, it would just fall apart between your fingers. With these structures, when they are relatively structurally complex, we are very scared that they're going to just fall apart, and this is our greatest fear. 负责为荷家电视的奥斯陆大学文化史博物馆拍算伫电视厅边啊，另外起一间新馆，互这只1000年的古船会当有更加好的保护。不过建筑过程的震动，有可能互船身的插绑去。所以工程人员爱先想办法，甲船身探较悬咧，减少震动，而且爱豆豆啊做袂硬挂。所以2021年9月博物馆封馆了，就会等到2026年才会重新开放。因那伫咧大西洋另外一边的墨西哥，是15到16世纪阿兹特克帝国的所在地，共管有真侪文化遗址，像伫墨西哥市区的大神庙，1987年就获联合国列做世界文化遗产。De aquí partían las 4 calzadas que planificaban la ciudad y que a su vez representaban simbólicamente los rumbos del universo. Además era considerado un vínculo entre los niveles celestes, terrestres y del inframundo. Ahora sabemos que el templo se agrandó por sus 4 lados, por lo menos en 7 ocasiones, y que en otros 6 momentos hubo ampliaciones en 1 o 2 de sus lados. 大神庙造型甲玛雅金字塔的神坛正同，伫咧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时阵被破坏，即马看到的规定只敢自涂骹向下骹的部分，不过也会当看到大神庙迄当阵的规模。墨西哥国家文化总局本来有搭一个厝顶来保护，不过2021年一场暴风雨规个崩落，好佳在为了本身的损害无严重，整修1年搁开放。Y que lo pudiéramos ampliar un poquito más. Entonces, el original pesaba 22 toneladas.5, este pesa 22.3, pero el otro eran 750 metros cuadrados y este son 800 metros cuadrados. 除了爱会当保护古迹，袂互风吹日晒雨淋，厝顶的结构也袂用伤重，则袂崩落搁损害古迹。而且伫咧施工时阵，搁拄到新冠疫情，照规定是袂当同时有超过20位工人伫咧现场，所以也影响工程的进度。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华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
了。